有大家好，我係強義貴，歡迎重溫呢個禮拜嘅4K 阿妹哎，差不多收住嘅時候就來到現場，因為呢個禮拜是4K 嘅140，所以按照大家都簽來，就係分享差唔多過去3年來流傳嘅酸甜苦辣，所以呢個禮拜140，我真喜歡。大家看4K 視頻，人嘅心關度可能會疑附，一條年紀老差唔多嘅4K，形容嘅老太人用下來做節目嘅喏。做節目就像闖關打怪一樣，呀哈準批後，跟我們一起打一遍吧。第一關負責打怪嘅就係電視台直播嘅太人，佢哋會先熟悉資料，尋到老4K有關嘅流行話題。兇黑，我要做給誰做？寒假作業要不要廢掉？或是我最喜歡的實況組吳秋風。第二關有主題嘅太人就會請4K來打嘴鼓，看佢哋有感覺冇，想要了解冇，係講答案係 no， 佢就打啦，重新來過。重新來過。係講成功咧，來到第3關就係揾4K來打怪咧。到學校，佢哋要請同學寫文件，你冇卡到，佢哋要掃描、簽資料，對冇想法到有想法，個對有想法到限卡到嘅想法。有時候遇到我不懂的，真勁懂艱苦啊！接下來就係簽名一關，大家搶下雙重6樣了。當然係講出外景嘅關卡，風采、異動、熱挑戰，滿地當重嘅壓嘅係天初不要嘅，係講我出海係咪昂船咯？係講係啲入人棚嘅關卡，雖然有冷氣，不過啊，未係咁樣當辛苦嘅哦。我賺前1點鐘來化妝，整理條男模，行愛留太人開會，留諾士度嘅想法做清講出來。干迪，我們說了10句話，最後剪接完只剩下1句話，花了一整天拍外景，剪出來卻只有3分鐘。今本日4K 140咧，演前來關關難過關關過嘅4K來一場真心話大冒險，接下來看幾條會講乜嘅？嗰禮拜歡迎17屆來到現場嘅時候，嚟咗禮拜係你140當 TPL 嘅呈現方式，係大家喜歡注意。所以今回我用手機嘅通訊軟體針對呢個問題來做投票來回答，暢所欲言，按照你自己自由意志來投票。分享 Newsdog 來看 TGT。讓我引來參加4K視頻，第一好搞就係好搞。第二，想講乜嘅就講乜嘅。第三，本來太開眼界。第四，上電視有錢好賺。好啦，請投票。哇，太感動了！沒有人是為錢來的。沒人覺得小猴事件不好玩，錄影不好玩。來上小猴節目是好玩沒錯，但我不是為了想玩才會來的，我是讓我大開眼界。最大開眼界的，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？應該是車諾比吧。車諾比那個地方是一個，就在我的印象中，感覺就像是一個廢墟，不會有人想去的地方。但沒想到會有很多人很踴躍想要知道他們現在的狀況，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酷、非常特別的一件事。OK，來這邊可以學習到更多，就是不管國內或國外的事情，就平常沒有注意到，或者說原本就有注意，但是更深入去了解。在我還沒來小二的時候，我不太會去關心到國際的事情，就是不會像現在那麼關心。可是來到小二之後，我發現世界上其實有很多事情正在就是悄悄的發生，不管是開心還是難過的事情。那來到小二，讓我就是
会让我更加去思考，然后去观察这些事情的可能前因后果之类的。像好比最近就是明明我就已经很常看报纸了，然后没想到上次来录影还是发现自己怎么不知道那么多事情，然后还是没有拿到金手，然后就觉得小欧给我们的东西并不只是我们平时在报纸上看到，其实还有更多东西是我们没有观察到，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我其实4个都非常想要，因为我一开始也不知道，巴不得是复选题，对不对？一直按怎么都不能复选，因为其实钱也蛮的。你还不赖了啊！然后就是我们大概眼界主要是我不知道摄影棚原来长这个样子，我以为就是一个房间。你知道那种厨房，这是一个房间，只是比较大而已啊。就是我以为就是整个直接在房子里面录，因为看那种厨房那种哇，真的在家里录哦，然后之类。可是来之后才发现，原来设备这么多，那么复杂。现在你自己参与这个过程哦，还要梳化妆了，还要等那么久了，哎呦，调个光而已，什么半小时哦。哎呀，但这就是你参与这个节目才因此有的收获。来，一样有将近一半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畅所欲言。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有一些人啊，可能跟我们一样，就是虽然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可是很多人都不会去注意，不会去听你的意见这样。就算我们讲出来很多话，大家也会认为就是这是大人教你讲的吧？讲的不好的话，就说现在的小孩都没想法；讲的好话，就说这是大人教你讲的，对吧？那我要很戒慎恐惧的问，因为我们身为制作单位，小欧事件部有在听你讲话？有。就是觉得小欧可以大人跟小孩有讨论，这样子很好啊，不会像一般的地方，不管去上课还做什么，一般都是大人讲什么，小孩就是什么吧。是会让我一直很想要来，就是因为我可以想到什么就讲什么，不用去想到说什么啊，剧本里面没有这些东西就不能讲。就是我来这边就可以，我跟任何人聊任何一个东西，任何人都可以回答我，而且可以跟我完整的讨论。但是那个讨论它是一个过程，那很多时候我们丢出很多的问题，在讨论的过程当中，你每一次都能得到你要的答案吗？因为每个问题都有，很多答案都是不是预先设定好的，所以有时候如果我跟人家的答案不合的时候，我也会去站在他那个角度想想看。就是我跟在去那个高雄美浓的时候，我们有一起体验那个乡村生活。然后本来就不太敢吃鸡爪，我会被叫去抓鸡，然后那个鸡就是因为抓鸡要摸那个鸡爪，然后就是很感觉茧很厚，就摸起来就很不舒服，所以我抓就马上放开，然后就到现在都还有点那个感觉在。我的话就是炸田螺，因为以前虽然是敢吃那些螺类，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不敢炸，然后心里有阴影，然后后来就都不吃。马上我们请 New Stock 给我们看今天的第2题。唉，这世界俺当上的标题嘅原因係第一，唉，太無限咧；第二，吼，要嚴重批太難的啦；第三，出到這個表現無馬好；第四，主題太無聊。来，究竟是爱后来，请作答。哇哦，左半部跟右半部，那依我们的规矩，大家应该知道从哪一个开始看起。最小的哈，那太无聊，这是我们很认真的看待这个问题。有些人就是觉得，哎呀，什么节目啊，出的什么题目，谁想的？哎，是哪一位啊？哎，麦克风给派大姐。其实只有一次而已，就是来那么多是真的只有那么一次。我现在没有批评的意思啊，没有批评的意思，就是好，我也没有生气的意思。好，对。我们不是很多人一起去那个台上盟的会议室讨论嘛？然后我想问在场就是有去采访总统的小欧，会不会有跟我一样的 view， 就是过程当中突然觉得很干 ？OK， 我们现在赶快讲一下。总统，也是跟你无关，你放心哈，是过程。你们有吗？就是过程。
有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都点头。所以我这样子问，后来你亲自访问到蔡总统，然后看到那个节目在电视上呈现，感受又是怎么样？就是感觉我兜了一个很大的圈子，然后才走到今天那一步。然后我就觉得花了这半年的时间讨论这件事情，为什么中间要度过那么干，就是有点快被榨干，然后很不舒服的感觉。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过程很无聊，但是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啦，我们要去采访总统，就是等于是帮那些其他看的小朋友问这些问题啊，所以这也不是就是我们好就好，或是我们第一个想到什么就直接去问，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过程。而且，虽然有人可能觉得无聊，我个人是觉得还好。但他是表达就是对录影过程中曾经遇到这个经验。我没有批评你。来，谢谢两位哈。同样的，除了2位只有各1票的之外，我比较想要先关心表现不好。我觉得我还是没有那个勇气面对镜头说话。来，我跟你讲，有没有在那边？你看着他讲，亮灯那个就是镜头，你看着他讲，你有勇气，我知道你有，你看着他讲。就好像是去录无国界医生那一集的时候，因为要一个人介绍一个帐篷里面的设备，然后那时候是看得很好，你可以回到我了。因为那时候你真的可以，阿梦跟张宇韶一起去，然后他们前面录的都很快，然后最后有轮到我，然后我要一个人拿着麦克风对着那个摄影机讲话，介绍里面的设备，我觉得很可怕，而且因为一直 NG， 所以我后来就哭了，直接在镜头前面哭了。然后回家想，我就会越想越觉得自卑，我是不够，不够有这个能力参加小欧。你觉得有能力，好不好？不用担心，你觉得有能力，否则你今天不会坐在这边。来了之后就看大家，哇塞，这怎么那么聪明？哇塞，怎么他讲的话我都没办法查，就是没办法。有一些冲击哦。对，就讲出来的话就觉得超烂的，怎么办？就是我可能会容易紧张或笑场。那你现在会紧张吗？还好。还好。所以啦，那表现不好，你曾经想过要放弃，有到那个程度吗？有时候会，就是我觉得我可能会反应不过来。我跟你讲，大家有这样的困扰的人呢，除了你们对自己要求很高之外，我们这里面，尤其是今年，当然是小欧看世界有固定答案。其实以往那些问题都是要听你的意见，但没有谁的意见是对的。这件事情就跟今天一样，大家一定记得哈。就其实一开始我有就是就回去看我那几集，就是前面有录的小欧，就是前面刚看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说，我这句话词用的不太好，或者是这句话眼神会飘，或者是说，这句话可能那时候想讲，但是那时候没有讲之类的。但我觉得自己表现不好，就是有一集就是录填满的时候。我记得是不是有几个漂亮女生来到节目里？就是是不是那一集？然后阿哲还跟我讲没有要到电话。什么？没有，这段我湖州的。为什么？我就是当初是抱着他们不会来洗牌，然后就是以为你们在说而已，对不起，说错。然后那一天就是真的是紧张很过头，然后就想挖个洞钻下去，然后就真的非常紧张，而且说不出话。到这里，我想要现场做一个调查，自己有录影回去会看的请举手。所有人，今天17个小欧，只有1个小欧没有看自己。其实我不相信全部人都有看，一定有人那个没有，一定有人就比较诚实而已，会比较诚实。其实我有看，我只是不会看自己的而已，因为我觉得很尴尬。就是我想讲就是这个，会不会有些人是觉得看到自己在电视上有一点，对，有一点，可能刚开始第1年会觉得，我大概前3年都会这样。其实刚开始第1次录的时候会很新奇去看，因为我第一次这样被拍，我觉得很特别，那会去看。可是到后面看个2、3次之后，就觉得奇怪咯，就看到自己感觉不对啊，然后就会很不舒服，就不看了转掉。就是我很诚实。我去花莲那一集去录海洋，然后
因为刚开始接到通告有看到要坐船，然后我很害怕，然后所以一上船我就是一直抓着栏杆，然后直到船开到一半，然后我就跟着张雨潇到船头，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海真的很漂亮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要害怕它，尤其是在那个浪打上来的时候，所有小孩的欢笑声、尖叫声，我觉得那一刻是真的非常的好玩，而且我现在还很怀念。就是我跟佩拉先去日本出外景的时候，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啊，然后就觉得很期待，不管是什么都很期待。除了他们的营养午餐以外，对于他们自己的，像他们的风俗民情或文化之类的，不管什么，只要跟台湾不一样的，都觉得很新奇。其实我觉得每一刻都让我觉得很开心。那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去日本的学校，然后他们有那种食农教育，他们学校就有田，然后有种稻子。然后那一天我们去采访，他特别就是说可以让我到稻田里面去走这样，然后我就把脚踏进那个水稻的泥土里面，整个超舒服超冰的，然后就觉得很兴奋很开心。我们也都很喜欢吴秋峰，而且有采访的机会，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跟吴秋峰讲话，看其他粉丝不一样，因为其他粉丝必须要借由见面会的这个管道才能见到吴秋峰，所以让我觉得非常的幸运。进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兴奋，然后都要跟他握手合照之类的。让我还蛮惊讶的，就是作为一个实况组，就是要做出专业的影片，就要动用到那么多的东西。就是同学知道说我要去采访吴秋峰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抢着要把笔记本给我，让他签名。所以这样我就觉得说，好像我跟别人比起来的话，我比较不一样，比较特别。讓大家都講，我之後進到節目嘅現場，小時間部180下半場，讓住嚟看第三隻題目。哪一隻講法先合乎5、6樣家下講法嘅感覺呢？第一，動安心，上一講乜嘅，超講乜嘅。第二，動生意，現象愛顧好來。第三，動向書，表達自己嘅想法，很真嘅喎。第四，動傷腦筋呢，上一講嘅負唔出講。放心，谨慎，享受，燒腦。1、7、6、3。其實我是覺得4個選項我都有沾到一點邊，所以其實我在錄影講話的時候，腦袋裡面還蠻混亂的。現在大家有看到這邊在冒煙嗎？為什麼會覺得很傷腦？原因是因為有時候要想很久，就會一直這樣，雖然都會剪掉了，但我還是覺得說在鏡頭前面做出這種動作，我還是會覺得有一點很多問題都是需要臨場感的，然後我的臨場感就很不佳，因為我要在腦袋裡面計劃好之後，我才會把我想講的講出來，然後那時候都就是要想到之後就來不及了，就已經跳下一個，要 Q 別人了，就來不及了。對。來，很謹慎的有最高票，7個人都覺得要講話很謹慎。就是一開始有時候會亂講話，就是沒有經過大腦思考，然後就是隨便亂講，就是講出自己的意見，然後也不知道。但在這邊講錯話或者沒有經過大腦思考會怎麼樣嗎？不是，我就是回家之後會自己看，然後看到自己的時候，然後那時候就想到，哇，我幹嘛講這個東西啊？鬼附身啊，那是我講的嗎？然後他說為什麼我要講這個？然後呢，結果因為我自己會覺得我就很怕尷尬，所以我就會在家裡亂跑大叫。我謹慎跟燒腦這個東西很重疊，我的謹慎不是形象，這真的不重要。不是形象要顧，這真的不重要。我覺得我小時候堪稱只有8歲智商嘛，我就是很注重第一直覺這種東西，所以說其實就是我有時候會聽到，可能因為小亮跟派大星比較有那個構思想法都比較足，然後他們講完，要是下一個是我覺得我講這個會不會是智障啊我？但你講完話都會有笑聲就傻，這就夠了，不要講。來，另外一個，其實是有人很享受在小歐事件部在節目裡面談話，分享自己的意見。我在外面我講話，我要顧慮後果，就是因為在這裡我講話，就是
这个节目就是要听我的想法，就是要听大家的想法。如果不是要听大家的想法，照剧本念的话，随便抓一个路人来都可以。所以这边就是集结了很多有想法的小朋友，然后来这里表达自己的想法。所以就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，就是我享受大家听我的想法，然后来讨论，或是我听别人的想法，然后再提出自己的意见。我很享受这个过程。说得很好，很棒，我们给他鼓掌好不好？来，还有谁享受也要分享的？我觉得像是很享受跟很烧脑就都有，可是我想想，应该没有人跟我一样会享受烧脑这件事情。你享受烧脑，我相信你享受烧脑，我感觉得出来。其实我也很享受。就是类似像讨论的时候啊，尤其是那种我讲话人家就马上答，然后我又要再马上回的那种时候，就会觉得这种时候可以，就是讲的话是最真实的嘛，第一时间的想法这样。就是采访总统之前就很紧张。采访总统会紧张，是因为事前准备很多，然后在场又很多是大人，而且好像也是记者，然后而且对方又是总统，然后感觉自己一出什么差错，就会让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。那时候就感觉压力很大。对，然后而且又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，然后不能搞砸。其实如果搞砸的话，就是会比往常来的丢脸的多，因为对象是总统。我们看了3个题目，我们再看今天第4个题目，究竟要请教大家的是什么？有请 News Dog。参加社会的，我知道一个变到无教养的地方是：第一，很较关心时事；第二，很较会思考；第三，很较会表达；第四，很较风流好。哇哦，更会思考，有最多人选，谁要分享一下？就是我的想法，我跟那个创威不一样，我不是主要在幕后的部分，我是在想，譬如说我们在小欧看世界的话，就是有一些题目，那我和爸爸和妈妈说，譬如说在看这一集的话，我们就会去想说，就是第一个是为什么要这样出题，那他可能就是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？更会思考是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。就是如果说我没有来小欧，我可能到现在都不会去思考，原来一件事情有那么多的角度。就是我觉得自己好像以前就觉得自己是小孩，所以怎么样讲话都是 OK 的，反正你是一个孩子。可是到了小欧就发现，原来进入到就是原来小孩也可以那么厉害，就是我才知道原来小孩也是可以思考的。所以不要小看自己。对，每个人都一样。来，最后谁跟分享更能表达？有5位同学，5位小欧。我平常在讲话的时候，常常跟人家有代沟，就是我讲什么人家都会听不懂，而且同年纪的也是吗？对，然后我就很难跟他们讲话，然后我就会就是很边缘，一直坐在旁边，我都不知道要讲什么，然后他们就很会用自己的言语表达出来。我来这边就是，我希望每次我来录影都可以训练我自己，我如何可以讲出一个更完整的句子，然后如何用一个最简而有力的方式讲出我最想要表达的意念。更能表达有2个意义，对，一个是你把你脑袋想的更完整的表达出来，一种是你更敢表达。以前在班上就是可能不太会，老师问我就不太会举手去讲，然后在棚内的时候也可能要你 cue 我才会讲，但我觉得我最近好像有比较放开，因为我以前会顾虑很多，就是我讲出来会不会怪怪的，然后会不会，对，至少你在勇气上跟以往是不一样的。就是我们去高雄，虽然有时候一起是最不开心，可是我们也有很开心的。今天在高雄没有，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黄蝶季，所以说我们就有去玩那个穿水桥。可是原本其实我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水看起来很脏很浑浊，然后加上那时候又很热，所以整个就是很烦躁，又很多人。然后我
可是当下去那刹那，就是很透心啊，所以就真的很爽，因为排那么久，所以就玩那个感觉特别快。一开始就是水很浑浊，然后地板感觉像是没有整理过，然后就很多石头之类的东西。然后后来下去之后就觉得哇很凉快，然后我们就玩了3次。我最开心的一次就是去宜兰童玩节，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外景，而且不是去什么正经的场合，就是一个玩乐的场所，非常棒。而且就是我进去之后，就是向日葵哥哥有叫我带 GoPro 在头上，就是要录第一人称，然后我觉得非常新奇，而且这是非常难得的经验。就是我拿到金球王的时候，因为很多题目我不知道真正答案是什么，而且然后我就是乱猜的，结果最后4题全部都答对，而且那4个人当中我是最小的，然后结果就只有我拿到金球王，我觉得非常开心，而且很爽。我非常谢谢17位小欧今天可以敞开心胸跟我们談你哋按多年來 USO 已經攞嚟為3年嘅，對佢哋來講，要按我選擇，對你來講是最大嘅肯定。乜個金鐘獎，乜個讓家嘅業會都唔係實際，兩條就係你正經感受到啊！以上係180嘅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180同樣都按不睇7點8準時收看，4位4天譜，101節再見。想跟 JJ 讲，就是虽然我们家很多时候看来都会像在欺负你一样，然后一直闹你这样啊，有点像是在跟弟弟玩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太可爱了。伸出友谊的手，他跟你道歉，你愿意接受他的道歉吗？哎，右手哈。其实说实在，我是为了秀秀来的，真的。我瞬间被点。秀秀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麦克风给他。没有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你说完。我们2个是感情，就是在小欧里面，我觉得最好的。对，就会觉得说，如果自己突然没来的话，就是他可能会想说，奇怪，我怎么没有来之类的。当然是觉得很开心啊，因为就是自己可能会成为就是小欧里面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人。